讲到顶礼拜这山道市风台来时阵，风雨是正透，高雄屏东拢出现这14级以上的强阵风，人就要徛袂在啊，搁较免讲这野生动物。最近网络顶头就一寡南部民众伫咧分享讲，因有捡到受伤的鸟仔，唔知影要安怎处理。这林业署是呼吁民众会当先卡1999市民专线，各县市会当提供协助。顶礼拜山道市风台甲南部扫甲路苍苍，毋若安尼，阁有真侪高雄屏东的民众捡到鸟仔。野湾野生动物病院表示，因已经收到上无35只鸟仔，有被定时也会燕鸥等等。照护员讲，即马是渡鸟落南的季节，可能是潜水的是风雨伤头受伤的，嘛提醒民众，若准捡到鸟仔，千万唔通摕物件甲吃，避免造成更较严重的伤害。它有可能在种植的过程中伤到了它的消化系统，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器官，那它可能在你操作喂食的过程中，就导致动物这方面变得更严重，甚至有可能它那个情况下，它是完全不适合提供任何食物和水的。照护员嘛表示，捡到鸟仔第一先观察鸟仔是伫休困，还是有受伤，有受伤才甲当3天，先用囡仔甲包起来，然后放伫纸箱仔内，下底爱自面巾，还是放纸戳好咬住的。若是要用吹风机甲鸟仔吹好干，嘛着包面巾吹，避免着伤害。另外，有真侪民众毋知爱送倒位去救伤，林业署是呼吁先卡1999市民专线，各县市会提供协助。你有可能在移动过程中，因为不清楚一些专业或不清楚动物的一些状况，反而造成一些伤害，所以建议第一打1999。那如果你有找到一些救伤的单位的电话，你也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他们。林业署表示，各地区无同的救伤单位，因为专业无同，毋是所有的救伤站也是动物病院拢有收鸟仔。建议民众就先问好清楚，避免加走一撮，嘛通避免在山洞的过程对动物造成紧张甲详细的负担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